21节的感动时刻的镜头，我们要带您到云林二仑。提到了二仑乡，在这几乎都是诏安的客家人，只是服老化之后，很多人忘了客语，也忘了诏安文化。但是呢，二仑国小的校友会就希望能够复兴诏安的光荣。他们想到的方法是用美食带动文化，特别就号召了校友回娘家，用丰富的诏安客家菜，让大家从品尝美食，回忆客庄的童年记忆，同一个时间找回诏安的归属感。要准备诏安客家味，有人负责热菜汤，有人油炸。而到底什么是诏安美食呢 ？Hello， 阿叔好，你无闲啊？像是油葱糕就很道地，用100%的再来米制作，香扑弹牙，再配上炒过的油葱酱油，重现客家简单传统的古早味。拿起来简直可以这样子甩，都不怕断掉。后来它的口感是很 Q 的。后来油葱的香味，还有再来米的米浆，还有酱油调配出来的那个酱料，味道很古早味，后来又很香这样子。准备好的诏安美食一道一道就送到云林二仑国小。1年1度的校友会，31届的校友通通回娘家，除了聚在一起话家常，也会品尝诏安客家菜。二仑的诏安客很特别，有70%以上都姓廖，也几乎都是客家人。怕大家忘了客家的根，他们用诏安菜来怀旧。因为诏安客很多的菜，古早菜非常有名的。那我们希望在今天的时候，借着校园能够在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能够共享这样的餐，跟师长、跟我们的校友一起来意见交流。一口接一口，回忆涌上心头，像是哈密瓜排骨，就是诏安会有的好滋味。以前没有卖出去的哈密瓜腌制成酱菜，再做成汤，口感独一无二。这做哈，做干，啊，个果类菜做干，啊，就会死，包括鸡啊、卡架的菜吼，较是真特别。菜干汤也一样，吃不完的菜晒成了菜干，菜价涨的时候再拿出来熬汤，不浪费的诏安精神，让出外打拼20几年的诏安客很感动。是有吃客家菜嘛，然后就是说小时候的记忆都上来，然后旁边坐的都是小时候的同学，所以说额外的高兴。二仑校友齐聚一堂，用飘香的客家菜回忆当年客家庄的点点滴滴。腌制哈密瓜的甜腻，收敛排骨的香气，菜干入汤，品尝儿时回忆。二仑校友齐聚，美味重现诏安的感动时刻。